我係3年喺呢度國家都攞勞區做咗21年餐館，開心國 Happy Garden。咁你哋主要提供係啲咩餐式咧？中餐係啲咩菜咧？粵菜。我哋依家係用嗰啲一次性係用筷子啊、叉啊同埋 straw 嗰啲吸管，但係紙仲好用緊好用性嘅，因為中餐嚟講啦，嗰啲一次性嘅，我覺得就對於我哋經驗嚟講咧，就即係唔係咁安全啦。因為中餐嚟講咧，一般就即係帶好熱，同埋即係有汁。你如果係用嗰啲好用性嘅餐具咧，會唔係咁安全？客人大家都明白，但係即係個個都比較接受咯。因為我哋嘅餐具咧都比較係高溫消毒。對於我哋嚟講啦，我哋覺得冇乜嘢咯，最緊要你做好嘅衛生安全就 OK 啦。可用性嘅餐具咧，第一個其實對環保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嘅啫，冇咁多垃圾，同埋即係我哋可以重複使用。咁多謝你今日嘅分享啦，咁相信你嘅經驗同埋你嘅建議會鼓勵更多屋倫嘅餐廳一齊參與到呢個環保活動當中。咁當然係啦，大家都要責任㗎啦嘛。好，多謝。